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北国际书展2月3號到2月8號，大家來看下先。今天出了7本書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蒙啦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个密好像是找的意思。是，这个是看中文字大概可以猜出它是什么意思。重要的哈，那呢客家人中密汉呢啊，刚刚讲的蒙啦就是这个啊，没错。所以其实客语没那么难，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书，可以大家一起来看。